外交部长林佳龙上任了后，画出民主、和平、欢迎的外交重点哦。今仔日一寡民间团体就公开来相挺，这民间团体嘛提醒咱的政府，就爱用台湾的名义来推动外交的工作。总统赖清德就职演说，发出台湾的外交政策要走向价值外交。外交部长林佳龙7月份出席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6周年活动，也提出综合外交概念。拜时的时，有民间团体认为，这是延续前总统蔡英文的踏实外交政策，呼吁各人应该支持。伊个内涵意思就是讲，甲咱台湾过去，咱经济繁荣成长，这一寡真好的一寡经验安尼吼，啊，甲咱一寡普世价值相近的一寡民主自由的国家呢，共同来分享，啊，做伙守护着和平，共同创造繁荣。林佳龙表示，综合外交有民主、和平、欢迎三大重点，以民主价值深化国际连结，以多边合作强化区域安全，甲打造经济二不落国。民间团体认为，配合这款外交政策，民间组织咧参与外国事务的时，也通透过家己的力量做出贡献。伫每一个领域，人民都会当去做国民外交。很多这个学者啊，医学会各种，其实我们在参加国际组织的时候，我们都坚持使用台湾。那我们会遇到中国想要进去这个学会各种组织，基本上我们的立场就是要保留台湾的名称，绝对不能妥协。民间团体认为，台湾当咧以自由民主、医疗、半导体科技等等优势，和国际社会更加认捌台湾。伫这个时阵，非官方的民间团体、个人也通搭伫这个基础顶悬，向国际宣传台湾，增加台湾伫国际上的知名度。记者讲林玉凯台北报道。